一大早，赖银龙已经开始工作，制作酸吉酱的每个步骤都不马虎。10几年前，爸爸出了车祸，无法在约定时间内采收酸吉给客人。直到那时，赖银龙才知道爸爸的辛苦。爸爸车祸过后我看到爸爸种点酸吉，我跟我太太一起采收1000多斤的酸吉给人家，结果1000多斤都退货了。不忍爸爸再为产量过剩的酸吉苦恼，赖银龙想了很久，终于找到解决办法。我跟他太太说我们做些小量的，我们自己吃或者做点零卖从那里开始做起的。从那开始做吉酱。当时赖银龙在汽车工厂上班，刚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做吉酱，一做就做到3更半夜。后来他干脆辞了工作，全心投入。客家人酸吉酱是我们客家人100年历史了。我们从小就吃了吉酱了。吉酱酸酸的，搭配肉类，食到懂上去，不会油腻，去油腻，食到懂上去。花了5年研发出酸吉果酱，受到客家乡亲肯定。赖银龙并不满足，他陆续开发酸吉巧克力酱和酸吉茶等新产品。酸吉只能做吉酱，很浪费。我认为是很浪费啦。我跟我太太是共同研发，去吉酱创作不同的口味。在地酸吉有了新生命，也蕴含了赖银龙对父亲的情感，对家乡的付出。这是酸吉带来的幸福滋味。上课喽！4斗1送 Q，4斗1送 Q，4斗1送 Q。